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昨暗伫台南的新营，一间金仔店发生抢劫，一个嫌犯囝仔讲要买金仔，再甲规盘的手指拢抢去。金仔店头家爸仔囝赶紧捉出去，甲过路人同齐掠着嫌犯，尾也是报警察处理。穿乌外套的嫌犯，双手拢互警方扣手铐。十倍医生2遍去云楼讲要买手指，到暗时7点半第3遍去，无想到讲规盘的金手指抢的就走。云楼头家爸仔囝赶紧入出去，一寡过路的民众斗相共掠人。看到警察上手带出来就上手铐了，然后就问一些东西，然后就带走。新营区第一市场内面行啊拢正多，嫌犯伫咧走的过程，抑阁摕辣椒水攻击，好降载互证人压制。警方接到报案了，遂赶到现场掠人，发现是有案底贼仔。为什么经这间云楼抢？犯案的动机抑阁会调查。被抢的这间云楼估算，这18卡金手指，伫市面上的价值差不多20万。这间云楼伫咧去年就已经互人抢过1遍，无想到讲今年过年前又阁互人抢。头家讲真正会去拜拜求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伫昨昏时代条件核准台湾大哥大申请合并台湾之星，若远传电信是合并亚太电信这两案合并了后，台湾大哥大甲远传电信相济频道的部分，爱伫明年6月30之前自动交还予政府。伫经过要到1年的审议，要求业者补件12遍 ，NCC 审查决定，台湾大哥大合并台湾之星，抑个远传电信合并亚太电信，分别以附加付款核准。台湾大甲远传会当成者被并公司的契约，像台湾之星的终身契约，最后延后一直延到4G 频谱的年限到期。对于申请合并的2公司的既有的定期、不定期契约的用户，那可能会依原来的契约智慧内容跟条件，可以使用到113年的12月31号。因后的权益无用受损，台湾大甲远传也会提升电波人口涵盖率，扩编偏远地区基地台。因过远传并亚太低频段无超频，但是中频段甲高频段有超频。因若台湾大并台湾之星，中高频段无超频，软通线甲覆盖率上快低频段刷超频100 MHz。爱伫咧113年6月30进前纳会超价并款，用转让或者是交换的方式改正，不经过数位发电部核准。接下来他们跟数位部那边取得频率核发的这个文件之后呢，就可以跟本会来申请网络跟营运计划的这个变更。那在变更之后取得核发的频率使用证明跟号码的这个核配之后呢，系统的部分就可以 ready 就可以来上线使用。远传对于审议结果表示尊重，对于负担会伫正式收到行政处分函了，结果再表示意见。因若台湾台是讲正违宪，伫咧实务上可能做袂到，将由董事会决议安怎行刑。这件案件说落来，依然需要公平会审议，通过了，双方亦会经过证交所甲政纪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关心立法院伫昨昏是审查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特别条例草案，不过因为即马条约也阁有无同意见，国民党团是主张讲，若是要分现金，就要分1万块。所以民进党团的总召集人郭建明是表示，照目前的进度来看，伫今仔日应该是无再调三读啊。若是阁拖落去，民众可能要等到4月份才会当摕到钱。国民党立委摕红包袋甲看板，强烈主张破坏现金1万，而且唔免更济。超过的部分。超过1400亿税基剩余的部分，请财政部以国库券短期调度的方式，那8月1号就偿还这国库券，财务上绝对没有问题。全民到底什么时阵会领到？国发会主委姜明先表示，这看特别条例是不是会顺利通过？因为无法通过了后，国部会将依照无法展开预算周边。按过条约各版本意见无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示，19买3度是无可能的代志，也可能会拖到4月。不可能大家对预算没有意见嘛？一定要互为审查，审查以后再出委会，1个月以后表决。所以这样的时程最快，算起来大概4月了，一定会走过这样的途径啊。
另外，未来破坏现金的领方式有3种，包含线顶申请直接入户头 ，ATM 直接领钱，甲邮局临柜申请。作为发展部部长陈凤表示，2月28系统就应就位，按过实际发放时间，议员要按照预算的时间来决定。那我们接到的指示是说，要在2月底的时候，把这些系统全部都测试完成，随时可以发放。那当然，实际发放的时程要看预算的时程而定。郭建民在会议当中，伫国党团讨论，表示调野绝对没有共识。既然无共识，国党讲完主张了后，对特别条例保留送出委员会来进行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冷气团会豆豆减弱，所以温度就会略略回升。敢若东部、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可能会落局部阵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早起，由于也有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所以各地拢感觉较凉冷。要过日时开始，温度就会回升啊。北台湾高温有18度至19度，中部、东部大约是20度至23度，南部有可能会达到27度。啊，那明仔嘛是24节气当中的上尾一个节气是大寒。东北季风嘛拄好会增强，所以伫北部甲东北部天气拢会转凉，嘛会落雨。东部雨有可能会较粗，也毋过到拜六围落暝到初一，东北季风佫会减弱，所以天气佫会变较烧热，雨水嘛会减少。这是过年的期间，真罕的有的好天气。民众若要出门、要行村、要拜年，会当把握一几天。明仔开始就要休假，台铁和高铁拢伫昨昏，对昨开始就有加开车帮。啊，那个交通部嘛讲，有个初三的时高速公路的车会上济。天气的方面，气象局有提醒讲，伫初二的时，阁有强烈大陆冷气团会落南，而且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级数。大台北透早依然是乌阴偏冷的天气形态，19开始天气小可回温。为落暝甲正月初一，温度会降到20度以上，相对感受就会较舒适。按过初二冷空气报道，阁会开始降温，目前强度有5会落伫大陆冷气团到寒流之间的顶级。目前我们现在预估，初2的气温已经是会比初1明显的降低，而到了初3、初4之后，气温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今年春节连续假期总共10天，是史上上长的年假。国公局有讲，初1到初3是旅游落南车流为主，初3到初7是旅游甲休假上北车流为主。有个双向上大交通量，广告会落伫初2，西部各都是初3双向车上济。最大日是在初3哦，1.6倍方向。国5的最高交通量会落在哪一天？初2双向的话会达到最高峰，大概是平日1.3倍。解封了后，第一个旧历过年，也未少人安排出国。根据机场公司航班运用人数有无系统显示，春节出入境高峰会伫1月28、正月初7，年假期间的总运量有会超过98.8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苏花公路大高线大清水明磅坑的路段，昨昏伫尾暗5点的时，已经开始开放全面通车，无搁做管制啊。主本呢是按算讲，伫今仔日才要全面通车的大清水明磅坑的这个路段，因为山壁补强计划伫工程人员赶工之下，已经提早伫昨昏的尾暗已经做煞，所以有提早全面通车。放弃的所在，即马已经先做简单的防护。春节期间，现场规工嘛拢会有人伫监控，看边坡的状况。啊，那两边嘛有警戒人员会带领，救灾的机构嘛放伫遐，会当随时来排除紧急状况。总讲天气若无好，雨水搁较高，有落石头的疑虑，就会随封路，就会袂使过，会随时监控现场的情形。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20700外的本土病例，而且有26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是无做过预防针的4岁的囡仔。另外，阁有一个流感重症死亡的案例，这是伫南部一个70外岁女性，伊嘛无做流感预防针。有专家是提醒讲，过年期间人来去南来北往，所以无排除新冠疫情，也叫流感的疫情，拢可能会加悬。呼吁民众一定要赶紧去做预防针，嘛爱做好防疫措施。
新冠本土疫情继续累落，18拜三新增加20768例本土病例，中重症181例，死亡22例。其中上细汉的死亡个案是4岁查甫囡仔，伊本身有慢性的腰子病，无做过疫苗。伊个切到发病，隔天就无啥清醒，送急诊 ，PCR 采检阳性确诊，经过检查有严重脑水肿，发病5天依然不敌死亡。对他免疫不在，也就前2年儿童可能没有对应的一个抗体。所以在今年，我们的确看到呼吸道感染儿童特别多。有一礼拜就是过年啊，有公卫学者以法国经验推估，国内疫情若是控制得好，过年了后可望放松挂起暗的禁令，加准备降级。严格若是变异株 BQ.1 加 XBB.1.5， 使得民众出入国内外，造成互相烧话，流行的高峰点可能落伫3月底。如果今天我们的 BQ.1 以及 XBB 的 1.15 回国之后，以及情境之后，是不是有可能造成流行？如果造成流行，那个时间点应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高峰点，在3月初。就唔拿爱防毒新冠肺炎，嘛爱有防流感的病毒。疾管署公布，最近门诊类流感看病的人次呈现上升的情形，并且搁再增加1名流感重症死亡的个案，是南部70多岁女性，本身有慢性的疾病，无做过流感的疫苗，发病了后，在今年1月7过身，加上去年10月开始，这流感季以来第4例死亡的个案。那近期流行的这个病毒株，是 H3N 和 A 型流感为主，不过 B 流也有慢慢在增加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变化。疫情指挥中心预估，过年期间民众是南来北往，真可能造成流感加新冠2种疫情侵权。呼吁民众赶紧注射流感的疫苗加新冠次世代疫苗，马会记爱定定洗手，适当爱挂嘴安。尤其是慢性病的老人甲幼儿，应该尽量避免参加大型的聚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根据桃园机场公司航班运量的预报，春节运输期间出入境咱台湾的会达到988000人次，一天上侪有94000人会出入桃园机场。那咱国内的旅游观光，根据观光局的统计，春节年假各县市订房率是无到5成，这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是有增加，也毋过敢若增加7%。来关心中国时报。日本要把福岛的核电厂废水排入去大海，这是引起附近的国家拢正烦恼，讲惊影响掠鱼。有17个岛国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就表示，福岛核电厂的废水准讲排入去大海，对太平洋岛国的经济会产生正大影响，因为这些岛国拢是靠讨海的过日，所以希望日本爱三思。来关心自由时报。去年双十节，故宫南院有举办国庆宴会，有无人机的表演，也毋过这个无人机的国家队洪亚公，因是内底有用到中国的零件，所以有造成治安甲国安的疑虑。NCC 传播委员会调查了后，确认讲内底确实有一款无人机用到中国的晶片，是无依照规定去申请的，所以即马要罚60万，而且要求袂使过用。那咱经济部即马有禁止中国嘅螺蛳粉，还个黄飞鸿咸土豆来进口咱台湾。即马个禁止中国做的片尾广来进口台湾。新光病院的副院长洪祖进是表示，因的病院目前是无用到，也毋过敢会造成影响，这部分还个观察。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因为中国做这片尾广伫咱台湾的市场变俗价，这是对咱台湾的厂商真无公平，所以政府才会禁止。当患者无法度正常食物件，加侪医疗院所或者是长照机构，拢会甲患者藏片讲，互因会当食物件嘛才有营养。毋过经济部17暗时宣布。为即时开始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熟食片讲。鼻胃管这个是医材工会，医材工会有来申请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是低价竞争有不公平竞争的情形，会去咨询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工协会等等，那也会召开相关的说明会，那最后是用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形来决定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讲，伊是接到医材工会的申请。中国这片讲，甲台湾的厂商下价竞争，为着避免影响台湾厂商的生意，才会禁止进口中国的。根据了解，台湾这一则式的片讲，平均一条是120块，不过中国制造的介绍，平均一条是120块至30块。
外界烦恼讲，中国这片讲无法度进口，敢是会冲击宗教机构甲医疗院所的供应量。停止进口来讲，对医疗机构来讲，基本上是没有特别的影响，因为事实上目前我们也都是用台制的，我们台湾在这个细子鼻胃管的制造的技术跟量能方面，我想是没有特别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毕竟是消耗品，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但是有一些之前有消费者反映过，他们使用大陆的那个鼻管会有比较多的异味。若无进口中国的片管，国内片管的介绍敢会加悬，大体关注。另外，毋若是中国这片管禁止进口入来台湾，水食物啊、黄飞鸿险的土豆嘛去用禁止进口。若中国的四手啊、魔芋爽，因为台湾无生产商，只要申请专案，就会当输入台湾。食药署发声明表示，针对这项四手啊，民众若是买来家己食，就毋免申请输入查验进口。毋过，若是摕来卖，上当会当罚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行政院主计总处昨时表示，去年咱的失业率是3.67%，这是22年来上低数字。也毋过，伫经济表现这部分就无遐尔好啊。去年前3季拢是正成长，无毋对。啊，毋过伫第4季的时，出口的脚步有变较慢，变做负成长。所以这是这13年来减上济的。全年的经济成长率 GDP 嘛无到3。按算讲，伫明年2023年今年2023年经济可能嘛会搁较歹。肉甲菜也有起司包到店的三明治，看起来真好食。不过对20开始的连锁店路易莎咖啡宣布，包含三明治也有贝果这物件，拢起5块，起伏大约是7%。其实外面店都是涨10到20，那我觉得其实涨5块是很合理的。在这个万物都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涨5元是我可以接受的。业者讲，由原料甲包材介绍起价，实冻袂调，才决定在今年起价，同时也推出其他饮品的优惠方案，回馈消费者。只是经济无好，也反映去年的经济成长率表现。主计总署讲，去年前3季经济成长率拢是正成长，到第4季却是呈现负成长。那总结26季的正成长，也创下13年上大减幅。2020年经济成长率只有2.43%，是6年来上低。3个去年 GDP 未到3%。第4季来讲的话，包括全球的需求都是比较疲软的。那当然中国大陆疫情的这个干扰产销的这个因素也是其中之一。去年第4季的整个出口比较没有能见度的情况，机会蛮大会延续到今年的整个上半年，在下半年的话才会有机会看到一些复苏的迹象。专家预测，今年下半年开始，经济慢慢复苏，在失业率部分却是相对稳定。主计总署公布，去年12月失业率是3.52%，创下2001年2月以来上低。2020年失业率3.67%，是2020年以来上低。住宿餐饮业的部分，确实在疫后的这个情况，看起来它的就业人数是有增加的。从数据来看的话，看起来是服务业的这个部门。展望今年失业率可望持续稳定，不过对经济成长率却是挑战真大。国发会回应会扩大内需来维持成长的动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乌克兰一架直升机18时是摔伫基辅的郊区，飞行机顶包括内政部长在内，计共造成14个人死亡。若摔飞行机的原因，即嘛也毋知。当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拄好是去参加论坛，去要求西方的国家提供武器，甲因斗相共。俄罗斯这边是表示，战争拍要11个月啊，对和谈即嘛已经无啥希望啊。这台摔落直升机是伫咧基辅东北边的城市布鲁瓦利，乘弄着幼稚园，尾摔伫咧一间名体附近大范围导火。直升机内面包括内政部长莫拉斯提尔斯基、副部长叶宁，一个国务秘书卢布科维奇等9人，一个地面一个囡仔拢死亡。Почули тільки, що взрив, вибігли. Дочка побігла по внучку, внучка ходить у садочок. 乌克兰讲，这台是法国制作的超级米洲赛直升机，摔落原因也唔知，也无随讲是俄罗斯攻击。国家安全局讲，会甲违反飞行规则、技术故障，或者是有人破坏原因，拢考虑入去。总统泽伦斯基已经下令调查。即天，伊伫咧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日演讲时阵，希望西方加速军援。Russia is spreading the strain of the war. The world must make faster
then Russia makes its new moves. 战争已经拍马11个月啊，俄罗斯讲到即马拢无看到乌克兰甲西方国家有想要和谈的意思。Когда мы поддержали просьбу Украины о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и более того поддержали проект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предложенный Украиной, о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реч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с Зеленским, но хотя бы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 запретил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20西方盟友将会伫德国一个空军基地提供国家级武器。大家上注意的是，德国到即马也无讲要提供白色坦克和基辅。即马伫欧洲各地北约盟军拢使用白色坦克，互人认为是上适合乌克兰。伫盟友的压力下，德国的新任国防部长皮斯托瑞亚斯将会做最后的决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乌克兰东部有一栋公寓进前互拄着空袭，造成45个人死亡，内底嘛包括一个乌克兰拍模称句的教练。即马伊的故事是引起关心。另外，俄罗斯这边伫俄罗斯有一个佣兵，即马是走去挪威，伊希望会当伫挪威寻求政治庇护。伊讲，因为伊的手头有俄罗斯反战争罪证据，伊想要公开。这间灶卡温室的装潢看落是真温暖，不过规栋厝的壁是互飞弹炸甲脆炎炎，敢若剩残骸。室内外强烈的对比显示战火无情。这间厝的主人是乌克兰真出名木姓区的教练克伦诺夫斯基。无偌久之前，伊才伫这间灶卡替因查某囝庆祝生日。即马因为空袭全咧行起，一个花啊失去亲人，因的亲戚朋友嘛感觉真悲伤。которые показывали высок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как малыши, так и взрослые ребята. Наша спортивная школа, город, область. И,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ю, вся страна гордилась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его спортсменов. 乌克兰东部第聂波罗这间9层楼高的公寓，顶礼拜六受到空袭，造成至少45个人死亡，79个人受伤，还有100个人失踪。因为已经无啥物机会要活咧，所以目前救援队已经停止搜救。乌克兰当局嘛承认讲，这场空袭使用的反舰飞弹，乌克兰军方的防空系统无法度甲伊拍落来。英国国防部分析，这种反舰飞弹精准度真歹，较会去伤到无辜。可见最近罗西亚军方精准武器的库存已经存无偌济，才会国不离将提出来使用。另外，提供罗西亚军方佣兵的瓦格纳集团，前指挥官伫人权团体协助之下，下过罗西亚甲挪威铁网啊围起来的边界。去互挪威警方逮捕，伊嘛是头一个逃去西方的罗西亚佣兵。Мне известно достоверно о 3 расстрелах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именно которые пытались совершить попытку побега с госпиталя по ранению,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известно о 10 расстрелах, это именно привозили на полигон Кнуф. 律师表示，瓦格纳集团无经过同意，就延长恰梅德维杰夫的合约，伊烦恼家己性命嘛难保，愿意提供罗西亚反战争罪证据，寻求挪威当局予伊政治的庇护。公司新闻杨干编译。继续关心，法国政府已经宣布要年金改革，而且要把退休的年纪延后。法国工会已经表示要发起罢工。若有一个特别会当退休、咧拼地下水道的清洁人员，伊就表示，原本伊要退休啊，毋过即马新的制度规定讲爱做满43冬才会当退休，等于爱加做2年，这2年还阁继续去处理地下水道的鸟鼠甲粪扫，互伊真怨叹。伊讲伊一定会上街头抗议。今年38岁的康洛德地方独民居准备要落去地下水道，伫个这个伫路顶有真侪人拢唔知的神秘世界。巴黎有真大的地下污水系统，常常需要紧急清理甲维修。康洛德的工课就是监督这个地的一切情况。Un métier qui reste encore extrêmement exposé au danger. Au danger, le danger il est partout. Il est partout et c'est ça qui est vraiment sa spécificité. Donc là, ça va, je suis encore jeune, je suis encore dynamique. Quand on fait des puits à échelon, qu'on porte l'aérie, ça va, c'est pour l'instant. Mais je me vois pas déjà à 50 ans, 55 ans, continuer mon activité de la même manière. Donc, et malheureusement, la manière, elle reste la même dans 50 ans. Comme le réseau d'assainissement n'a pas changé. 虽然康洛德是小主管，唔免逐工拢落去，伊嘛介意挑战性的任务。伫个养护难度悬，唔是顶悬的人会当体会。伊无愿意甲这个健康拢甲开伫个风险内底。打算讲时间一个到，要退休。不过，初十政府宣布年金改革计划，未来劳工退休的年龄对62岁，然后到64岁，从2007年开始。
始，必须要爱工作43年，才会当领到专业的退休金。安尼甲算落来，互伊的团体伫原本52岁就会当退休，就爱变做54岁才会当实现。工会19罢工抗议，伊和其他的团队成员嘛拢会参加。Et là, si on nous rajoute 2 ans, c'est extrêmement dur à encaisser. On subit vraiment. Niveau physique, on subit vraiment. 工会呼吁劳工伫19即天来罢工，行上街头。政府是坚持立场，呼吁大家毋通互国家陷入歹运作。伫即天，法国国家铁路敢若有1/3到1/5的高速列车咧运作，区间列车敢若有1/10有开，和瑞士小接的区间列车差不多是拢停起来。其他的国际列车是完全停驶。巴黎通勤列车的地铁嘛去打乱去。无人机航班方面，出入奥利机场有1/5的航班将会取消。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微软公司 Microsoft 今仔日表示，未来伫即几个月内，因会甲1万的员工洗头路，大约是占5%人力。美联社嘛有报讲 ，Microsoft 已经通知员工有的部门的裁员已经开始啊，而且嘛调整硬体甲一寡办公室合并。来关心美国的财政部有发表声明，讲财政部长叶伦有甲中国的副总理劳赫有见面会谈，叶伦嘛打算要去中国访问。那美国的财政部是表示，两国的会谈是坦白、实质，而且有建设性的会谈。两个人拢认为加强经济沟通对全世界的经济是真要紧。来关心欧洲议会伫今仔日会表决通过外交甲防卫共同政策的2份年度报告，内底就有写讲台湾是欧盟的关键同伴，嘛呼吁欧盟的执委会甲咱台湾爱建立战略的合作关系，而且嘛正关心中国伫南海的军事建设，也搁有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嘛强调反对有人改变现状，呼吁中国爱停止做出危害稳定的代志。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副总统赖清德伫昨昏，伊是正式接民进党主席，嘛发出4项改革。伊大先要处理的就是乌金甲核数伦理的问题。另外，各界是关心伊两岸的政策。赖清德是表示，咱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无必要搁宣布咱台湾要独立。未来伊嘛坚持蔡总统两岸路线。郑重宣誓，就任民主进步党第17届党主席。对代理主席陈其迈手头是接印信，副总统赖清德18是正式就任民进党主席，甲中正民进党的责任扛起来。赖清德表示讲，会惊心老实面对无够好的所在，检讨改进，未来结合全党完成1项使命、2项任务、4项党务决心。第一个就是先阻断乌金核论的问题。民进党将采取积极行动，严正党纪，落实排黑条款、廉政条例。我们也要以诚信原则建立制度，来审视本党候选人的学伦问题，并要求所有从政同志诚实面对。这摆选举，民进党是失去少年人的支持。赖清德表示讲，会组成青年议题工作小组，规划扩大沟通。另外，对各界拢真关心伊两岸的路线。做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敢会调整？已经到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未来我仍然会站稳4个坚持的立场，然后继续蔡英文总统两岸的路线。面对问题，赖清德是回应甲真有自信，而且宣布将高雄市代理市长柯立明来接党秘书长，3个副秘书是找跨派系亲中派，要拼改革。另外，对于立院支持者真有意见的党内在乌鸦要安怎处理，赖清德表示讲会根据党规，但是嘛话话讲团结是需要大家做伙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基隆市的警察局有8个第3分局的警察是甲乌道同齐食饭，甚至搁替乌道的老大去做生日。警察局调查了后，认定侦查队姓陈的小队长虽然有去申请毛报告，也毋过这报告的内容是无老实，所以决定要甲伊记2
记过2届，嘛调离主管的职务。若当天嘛有去参加的另外7个警察，即嘛爱互处分。若分局长还有另外5个主管，拢因为无掌握无咧管，即嘛爱连带受处罚。一群人做伙唱生日快乐，替天道明太阳会前分会长庆祝生日。伊是外号雷蒙姓林的查甫人，毋过为伫个分数边甲伊庆祝的人，煞有几个是基隆市第3分局的警察。这个餐会伫13举行，由警察队姓陈小队长招几个朋友甲同仁年尾做伙食饭。虽然伊讲伊是食饭食到一半，对方一群人临时去买鸡卵糕，毋过黑道甲白道做伙庆祝生日，互经济的问题佫受到关注。基隆市警察局18嘛大动作处分。郑姓小队长虽有报告，但申报内容不实，目的不符，庆生画面又遭他人录影转传，引起社会哗然，严重影响警誉，予以记过2次，改调制服警员。除了姓陈小队长记过2届，调做一般派出所的警察。姓罗的代理分队长甲姓崔的小队长2个干部嘛记过1届，分别调做一般派出所的警察甲行政警务员。也若嘛在场的警察甲侦查组有2个人伫执勤的过程当中去参加，另外3个人伫回勤务的时间起嘛拢记1支小稿。经查，该影业与特定对象接触的部分，本分局员警有事前申请、事后报告。所属分局的分局长，代志发生了后，捌亲身出来说明，毋过过无1天。警方的认定有真大改变，基隆市警察局决定要追究顶事的责任。3分局分局长林文玉记新界2支，副分局长李惠宏记新界1支，侦查队姓简的队长记过1届，调离主管职。姓苏的副队长新界2支，也若第2组姓郑的组长记新界1支。看到警纪搁惹出风波，基隆市长贾国良嘛强调讲，黑白2道的分际都要明确。作为一个警务人员，跟黑道黑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要更有分际。我们的廉政伦理规范也有详细的规定。警界一再爆发违反纪律的问题，警政署17发布第2批人事的异动，有158个高阶的警官拢换职务，亲像刑事局副局长黄建营、台北市树林分局长黄庆宏，甲高雄市刑警大队长洪尚田，嘛拢因为涉及800会馆的风波，全部拢去互降职。警察小连续表出不适当的行为，已经严重冲击到警界形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桃园市长张善政，进前咧风机公司上班的时有去接农委会的报告，做计划的主持人。出报告了后，即马报告是互指控讲伊用抄的。农委会伫昨昏就对外公布，3个计划内底有6篇报告，确实是违反契约的规定，是认定用抄的。所以农委会即马按算要向风机公司甲钱讨回来。若金额还要讨偌济，还搁咧算。桃园市长张善政对此是对外表示，这是政治炒作，无意无事。伊即马敢若想要做好市政。这份 YMAX 甲无线网络应用伫农业的研究报告，781个字内底有600个字，甲经济部的新闻稿同款。农委会去年9月开记者会指出，风机公司研究计划引用无标准来源。经过4个月调查，下晡公布3个计划的6篇主报告，中和的程度真悬，比例为27%至45%不等，认定有抄袭。一般通俗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抄袭啊，违反了第10条第3款的规定，所以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的求偿的做那个程序。这些经费计算出来以后，我们会尽速的通知风机公司。农委会强调讲，风机公司后来说明无法度解决大家的疑问，所以佮组成专案会议，邀请外部的专家来复审，也佮找出关系的文献，做人工比对，过程是真谨慎，肯定风机伫这个计划内底的贡献。不过，真遗憾，报告有部分违反契约的规定。我们是用更严谨的态度，就是除了系统比对以外，我们还尽情的人工去做一个比对。宏基在这个计划里面，它是有它的贡献度，我想我们绝对不会否认。针对这点，永年做宏基这个研究报告的计划主持人，也就是目前的桃园市长张善政，要阿嘛去平顶分局感谢辛苦的警察人员。伊讲，一直插这个议题实在是无意思，伊敢若想要专心伫市政。我觉得选举已经过了哈，还在炒作这个议题，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我从12月25号上任以后，满脑袋都是市政。老实说，我不会去想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对我在执行市政上面、推动市政上面没有任何的困难。这个计划是农委会96年至98年的农业电子化发展策略分析甲规划案。
抄袭的报告是为6项工作项目，第一大项下骹的主计划，风机公司表示还未收到农委会公文，但收到了后会阁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最近有军事迷在国外的网站顶头发现讲有人咧卖咱台湾的机密文件，讲10GB 的资料要卖新台票450多万。若资料内底有一寡个人的调查报告，也有一寡阿兵哥的个人资料。国防部是强调讲，已经有掌握啊，即马正在调查。网络世界讲比作是偷摕国家机密的管道，假名骂人的资深军事迷，长期咧国外的网站了解军事资讯，即马煞发现到有人伫网站公开咧卖国家机密10G 大细资料，卖15万美金，大约是台票450几万。下骹还有网友咧问讲要安怎来买？一些工作记录什么的，还有对人员的评估啊。今天凌晨他又丢一批出来，也已经通报相关部门了。今天早上丢出来的，连人名都有。军事迷讲，事关重大，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对泄露出来资料当中，会当看到其他国家演习的资料，嘛有个人的情报记录。内底佫写讲任务是要倒勘收集两方交流的情报。佫讲对方因为职务的调动、收入减少，有意要去中国发展，相信方压出来资料，佫有个人做兵的记录，人名、地址全部应该清清楚楚，无排除是骇客入侵，也是敌部渗透。军事迷呼吁政府千万得要重视，应该建制专业的国安法庭跟国安的检察体系，根据证据，要予以快速并且重判。民代建议政府爱惜专门的国安法庭，肃审重判。针对有军事机密伫网络顶贩卖的代志，国防部讲也搁咧调查，目前无方便讲收济。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网络顶头，即马嘛流传一段查甫老师性骚扰查某学生的影片，而且即个老师就伫桃园某一间国中教册。学校是表示，这段影片是即个老师也未教册进前发生的代志。那桃园市的教育局表示，即个老师即马已经离职。一个查甫老师用手去摸女学生的脚趾片，学生拒绝离开，但是老师嘛是无停，甚至佫嘴遁过去，想要来浸学生。这段影片伫网络顶悬流传，内面的老师就伫咧桃园一间国中在教册。学校讲，这段影片是这个老师过去伫咧补习班教册的时阵的代志，迄当阵也未来遮。这位老师是我们这学期9月开始进入本校的老师。一开始是兼课老师，目前呢身份转换变成学校代理老师。我们知道此影片之后，我们就进行了相关的通报，以及再次的查询不适任教师的系统，确定老师并没有在不适任教师名单里面。学校讲有去了解这个老师教的班，无发现讲像这款无站杂的情形。通知教育局讲，这个老师目前已经离开学校。影片内面的代志，社会局嘛以性骚扰风地法处理。学校已请该名老师不要再进入校园，那也清查老师所任教的班级的学生，了解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发生，以维护学生的权益，也杜绝校园的性平事件的再度发生。另外，有关影片中的学生，我们也已请学校进行后续相关的一个辅导与关怀。伫网络顶发表影片的民众指控，讲这个老师长期拢甲高中的女学生骗骚，专门欺负较点唔敢反击的女学生。教育局讲，学生讲这个老师伫补习班会想要一直对学生挖过去，但是学生本人是无意愿要提出申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昨昏是到南，伊是去屏东视察屏东的高铁特定区，而且也有科学园区。苏院长是强调讲，新竹产业园区是经过30冬才有即摆规模，为着要带动整体发展，伊将任2冬外就有打造南台湾的科技区域。伊即嘛要求各部会针对标卖出去几啊届这标案，也有土地顶头，也有搬线争议的这问题，拢爱赶紧解决，赶紧处理。行政院长苏贞昌18日南视察屏东高铁特定区甲科学园区，要求爱赶紧做下部会合作，解决包括招标3届流标，也有土地顶权还未搬迁户等等的问题。台湾已经不是以前重北轻南，而是整体发展。这个整体发展就是要改变观念。为了掌握进度，
苏贞昌请国科会、经济部、交通部、教育部4个部会轮流报告。南部科学园区、屏东园区伫屏东市，开发的面积有74公顷，会引进智慧农业、甲绿色材料等等的科技产业，安装会当创造5400个就业机会。第一日通过宽屏初审，专案会送宽屏大会审查。园区伫高铁边啊，延伸到屏东的6地厝。交通部预估，高铁延伸完工了后，屏东到左营塞车敢若爱10分钟，到台南只要12分钟，比台北到新竹的34分钟较紧。我筑巢引凤，所以我把这个地方规划科学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然后因为相辅相成。苏贞昌讲，园区甲高铁延伸到屏东，希望会当带动屏东的发展，让人口莫阁流失。嘛只是相关的单位若拄到问题，下部会合作做一届来解决，避免影响工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世界上上届灯会秀的法国修女安德烈，伫困梦当中过身啊，伊是食到118岁。安德烈修女在生进前就有研究单位想要爱伊的 DNA 去研究讲，哪会当遮尔灯会秀？啊，毋过安德烈修女是表示，伊灯会秀的秘密敢若上帝知，所以伊无愿意提供。Je pense me retirer de cette affaire, mais ils ne veulent pas. 伊是即马世界上大家知影上长寿的人瑞安德烈修女，讲出即句话的时阵，伊117岁。一冬后，伊伫咧1月17号，伫咧困的时阵，安详离开即个世界，享受118岁。Oh, ça m'a fait t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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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isir parce que j'ai rencontré tout ce que j'aimais et je bénis le ciel de me les avoir donnés. 安德烈修女的本名是兰敦，1904年2月11日出生伫法国的南部。26岁正做天主教徒，41岁入去到修道院了后，分派去一间病院服务31年，一直做工课做到70多岁，才搬去法国南部地中海烟花城市的安养院。但是安尼伊嘛无退休，是继续关心别人，甚至后壁伊看无，搁爱靠轮椅，伊共款去照顾减免足侪岁的老人，因为这是伊活落去的动力。Un grand amour et de ne pas rechigner à leurs besoins. C'est ça qui est le principal. 安德烈长期以来拢是年岁上大的修女，欧洲上长寿的人瑞，而且伫2021年确诊新冠肺炎，后来了后变做年岁上大的新冠康复者。过去嘛有人想要研究安德烈修女长寿的秘密，但是伊拒绝外界，想要讨伊 DNA 请求，伊讲家己嘛毋知影是安怎活遮久，答案可能上帝才知影。公司新闻单文用编译。战争影响国际天然气的介绍，嘛影响天然气的供应。资本大家是带咧等咧烦恼讲，今年的寒天会真歹过。也毋过加在今年欧洲寒天是无啥寒。也毋过若是对气候变迁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毋是一个好代志。专家即马就预测讲，今年全世界温度会比旧年还佫较悬。比利时东部差不多700公尺悬的山区。这2天因为寒流来，气温降到0度以下，树仔规个是白的白，看起来是真水。不过当地居民注意到，这场大雪是来了较慢，而且这甲这个寒冷较温暖有关系。Je pense qu'il est important qu'on soit tous concernés pa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près, ici, à l'heure actuelle, c'est vrai qu'on voit déjà certains petits changements, mais je pense que oui, les saisons étaient plus marquées avant. Ici, on voit déjà un rythme un peu différent. 欧洲伫2022年经过历史上第2热的一年，为瑞士到匈牙利，去年圣诞节拢出现异常的高温。比利时的下年暝低温嘛有13.4度。欧洲几个所在储雪场拢面临雪量无够的困境。德国南部这个储雪圣地，规片草坡也是拢看现现，业者规气先用人造雪，才有法度营运。不过若讲唔落雪，原本月底按算要举办的储雪比赛，就要先冻点。sehen, wir stehen hier im Zielauslauf. Hier hätte der Athlet mehr oder weniger abgeschwungen. Es ist einfach auf lange Frist keine Wetterbesserung und auch keine Temperaturveränderung, zumindest nicht so in Sicht, wie wir sie gebraucht hätten. Wir hätten jetzt einfach mehrere Nächte mit -9 Grad gebraucht, um die Beschneiung nochmal von Grund auf hier zu machen. 气象专家警告，
目前地球平均的气温，当咧以每10年夜观0.2度的速度变小热当中，今年按算会比去年更加热。 So we're anticipating that 2023 will be warmer than 2022, both because the La Nina severity or intensity will be less, but also because you got another year of the long-term trends. 专家表示，气候变迁地区各样的天气，当地影响全世界。人类若阁唔想办法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小影、做大水、可汗，甲欠水情形拢会愈来愈激烈。高雄新闻张惠敏编译。 若甲因过比，亚速甲石油天然气，这其实拢伫起价。这嘛，互真侪欧洲的民众今年寒天是要为着要欠钱改行茶，所以茶的需求量一时啊就增加真侪。即嘛，炒茶的工人就算加班嘛做袂起。 一阵炒茶的工人坐伫茶会边啊，小可休困一下，下一个烧茶。因为伫寒死死的冬天做炒茶的工课，其实非常辛苦，而且最近因的工作量增加真多，大家拢是拍拼甲自早做到暗。这是希腊北部的格雷维纳，希腊全国有70%的茶拢是为格雷维纳出产的。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能源的价销一直起。根据统计，伫希腊一个家庭若是开烧气，大概爱开1000块欧元，差不多代表32000块。 佮加上加税的费用是1300块欧元，差不多代表42000几块，才会当度过规个冬天。但是若是要茶库来烧，差不多300块至400块欧元，代表10000块左右就有够啊。比较起来，兄茶是加省足侪钱的，所以最近大家拢开始用传统的壁炉代替烧气，甚至连煮食嘛用茶火，茶的需求量就向增加真多。但是炒茶的工人讲，嘛袂当因为安尼，就甲树仔拢炒了了。 Εντάξει, βέβαια δεν πρέπει να κάνουμε κατάχρηση του δάσους, δε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ανέβουμε και πάρα πολύ. Πρέπει να παίρνουμε από το περίσσευμα της φύσης. 伫法國情形嘛差不多，伫法國東北部要挖德國邊境的阿爾薩斯，已經經營茶庫的生理20幾冬的格雷德講，伊毋捌拄過這種情形。原本囤起來打算要賣規個冬天的茶庫的量，無甲2-3禮拜就賣了了。Oui, tout à fait. C'est une année particulière, pas uniquement pour moi, pour tous les revendeurs de bois de chauffage. On a eu une explosion de la demande. Ça va du simple pratiquement au double. 因為想要買茶庫的人實在太多啊，即馬因已經無法度應付新的人客。親像這位退休的老先生講，好佳在伊伫2月戰爭還未爆發進前就先注文，即馬才會當有茶庫通用。按照這個辦勢看起來，伊可能就要骹手閣較猛烈，提早為後一個冬天先做準備。記者甘延連編譯。天氣報你知，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 北部的溫度上低13度，上懸是19度。中部的溫度上低12度，上懸是13度。南部的溫度上低12度，上懸27度。東部的溫度上低14度，上懸是23度。 外島9度至17度。感謝鄉親收看，祝親平安順心，明仔休困，祝鄉親新年快樂。